有冇試過朋友同你講呢？佢真係好中意飲咖啡，但當你問起佢中意飲咩咖啡嘅時候，佢就拎包即溶咖啡粉出嚟。其實唔好話佢啊，我哋口中所講對某事物嘅中意，好多時候都只係得片面嘅印象。好似我中意食拉麵，但我都唔知道咩係醬油拉麵；或者我中意飲威士忌，但我都唔知道咩係泥煤味一樣。假如我今日行入一間咖啡店，想買杯咖啡，但就唔知道啲咖啡到底有咩分別，有 latte 有 cappuccino， 而呢個時候店員唔單止冇引導我去選擇，反而認為我應該自己 Google 下先好入嚟落單，認為咁樣先係尊重專業。我經歷完呢啲，我應該以後都唔會再想去呢一類咖啡店咯。我情願飲返茶餐廳咖啡。其實認識精品咖啡嘅門檻本身都好高，一來係好貴，二來係咖啡店嘅服務一般都麻麻地。你哋有冇咩方法去降低呢個門檻，令大眾更加容易接觸到精品咖啡呢？歡迎留言分享。網上成日都討論去咖啡店消費就好似俾緊智商稅一樣，有兩個論點同大家一齊傾下。第一係食物質素參差，好多時候咖啡店入面賣緊百幾蚊嘅一個意粉，都係由一個唔想煮嘢食嘅咖啡師煮俾你食。雖然話個食譜未必好複雜，但有時個員工都冇心機煮，又點會煮得好好食呢？不過香港其實都有好多咖啡店係會聘請專業嘅廚師去做優秀嘅食物，唔建議啊！一竹篙打一船。第二係好差嘅顧客體驗。呢個我有經驗啦。我有時去咖啡店我都好疑惑，到底我係應該坐低叫店員過嚟落單啦，定係自己行出去落單？水係要自己斟啊，定係要問人攞？俾錢先啦，定係走先俾錢？自己拎咖啡定係等店員拎俾你？有時問多兩句個店員又會俾面色我睇。服務好嘅咖啡店未必要好細心，或者係識得噓寒問暖，但最基本要令客人清晰成個用餐嘅流程。就算店員冇時間慢慢解釋，鋪頭入面都應該要有清晰嘅指示。香港去咖啡店消費到底係咪智商稅？留言話俾我知你點睇。美式咖啡 Americano 同埋長黑咖啡Long Black 經常都被攞嚟討論兩者嘅分別，特別喺製作方法嘅唔同上面。有時啲咖啡愛好者仲會喺網上面批評一啲咖啡店咧嘅做法唔正確。但今日我唔係想討論邊個啱邊個錯，反而係想從精品咖啡嘅角度去睇兩種咖啡嘅分別。In case 有人唔知道啦，美式咖啡係將熱水加到濃縮咖啡裡面，而 Long Black 就係將濃縮咖啡放喺個熱水上面。聽落好似差唔多，但其實兩種咖啡嘅差異咧，主要就在於咖啡物質喺液體入面嘅分佈。美式咖啡嘅做法咧，會為成個咖啡嘅液體帶嚟更強嘅攪拌，從而令到咖啡嘅物質有更加均勻嘅分佈。相對而言 ，Long Black 就係有得啲咖啡物質慢慢地由液體嘅表面沉澱同埋擴散，所以有人會覺得 Long Black 好飲啲，可能就係因為頭幾啖嘅咖啡會濃啲同埋香啲。但如果代入翻現代嘅精品咖啡文化，我哋喺沖牛奶咖啡嘅時候會好重視牛奶同埋咖啡嘅融合，同樣地沖 black coffee 亦都應該要好重視水同埋咖啡物質嘅融合。所以其實無論係 Americano 定還是係 Long Black 都好，只要有均勻嘅攪拌，都係一杯好好嘅咖啡。留言話俾我知你平時飲開邊嘅咖啡啦。喺學習咖啡嘅過程中，你會遇到各種唔同嘅宗教，好似係嗰啲點滴注水法啊、螺旋推粉法等等。但其實注水只係其中一個環節，要沖出一杯好咖啡，背後必須有好多因素配合得當，包括係水溫、研磨度、粉量、注水量，甚至乎係濾杯同埋濾紙等等。所以唔需要太糾結喺注水嘅手法。我認為手法嘅關鍵唔係嗰啲流派，而係一致性。假如你每次沖煮嘅時候，你都可以保持相同嘅注水，你就能夠透過調整研磨度等等嘅其他參數嚟沖出一杯好咖啡。咁點解唔建議調整注水手法呢？因為呢一啲手法嘅影響其實非常複雜，佢會影響咖啡粉嘅翻滾程度同埋細粉嘅遷移，進而影響埋濾杯嘅流速，令到好多因素同時間被干擾，冇辦法做到單一參數嘅調整。呢一點非常重要，因為喺咖啡嘅世界裏面，你如果單將粗幼度調幼，咖啡就能夠變得更濃、更甜或者更苦。但係如果你調粗咧，就能夠得到更淡或者更酸嘅咖啡。用單一參數去思考咖啡沖煮，係咪就簡單好多呢？留言話俾我聽，你平時用開咩手法沖咖啡啦？
成日都聽人講，好嘅開始就係成功嘅一半。咁喺咖啡沖煮嘅世界入面，預浸泡係咪真係咁重要呢？首先，我哋嚟解釋一下預浸泡。簡單嚟講，預浸泡就係指咖啡沖煮時第一次嘅注水。當乾燥嘅咖啡粉接觸到水之後，會吸收大約2倍嘅水分，即係意味着15克嘅咖啡粉會吸收大約30克嘅水。喺呢個過程當中，咖啡粉內部嘅空氣會被擠出，導致咖啡粉輕微膨脹。呢個就係預浸泡嘅現象啦。好多人中意根據咖啡粉嘅膨脹程度去判斷預浸泡嘅好壞，呢種做法係唔係合理呢？暫時唔評論。但係我哋又翻到去之前嘅概念啦，要沖出一杯好咖啡，必須要做到好多方面嘅配合，而唔係依賴某一種因素。換言之，即使你嘅咖啡粉完美地膨脹，你都未必會得到一杯好飲嘅咖啡。翻去預浸泡嘅問題，其實唔需要追求完美嘅膨脹，相反地，穩定嘅預浸泡先至係關鍵。咁點先至可以做到穩定嘅預浸泡呢？其實方法好簡單，你可以嘗試喺預浸泡嘅時候注入較多嘅水量，然後輕輕搖晃個濾杯，咁樣做呢，比較容易達到一個穩定嘅預浸泡效果。大家不妨嘗試一下。如果今日呢條片有幫到你嘅話，留言一個咖啡嘅 emoji 俾我啦。下條片見。